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走水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哈利路亚！再从头来唱一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走水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再一起从头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走水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再一次昔在今在，今在永在，最后一次昔在今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赞美。危难临到我心靠哈利路亚！神会陪我们一起度过，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主啊，你跟着我们，陪着我心们。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
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哈利路亚，你是真实的神。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神之力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再一次永远与我同在，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哈利路亚，你是坚固磐石，我们要敬拜你。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在狂风暴雨里，以及低谷里，神都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永远跟我们同在。我们去献上最真诚的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你就在那边。
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至战至情的苦主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再次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至战至情的苦主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实要说，在这爱的路程里面，主，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限制。主啊，我们想要爱，但是我们缺乏爱人的能力。主啊，我们想要爱，但是我们没有爱人的方法。主，或许我们能够爱，主，但我们不确定这是不是正确的爱。主啊，唯有你，你是爱的源头，你就是爱。主啊，你带领我们来认识那爱的真谛，就好像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透过你的话语来领受的。主啊，你教导我们，爱中有真理，真理中有爱。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尽全力，或者能够得着耶稣要我得着的。
主啊，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持续的向着标杆直跑。尽管在现在疫情严峻的当中，尽管在现在我们好像又面对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持续的延期，主啊，但是我们仍然要来你的面前，我们仍然要将我们的头仰望在你的面前，因为唯有我们仰望主你的时候，主我们才能够有真实的力量，我们才能够有从主的爱来包围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引领我们。主，谢谢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的恩典是在我们这软弱的人身上得着完全。你的恩典是叫我们能够在这疫情当中持续的分享主你的福音。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报告的消息呢，第一个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因应全国疫情3级警戒呢，延到这个7月26号的时间，所以教会实体的聚会持续会暂停，仍然用线上聚会的方式，邀请呢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在线上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当我们呢愿意忍一时呢，就会海阔天空，真的。但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我们是忍一时海阔天空，所以邀请弟兄姐妹，我们持续的在线上来相遇哦。那教会的活动礼拜聚会呢，如下，我们可以看在我们的 PPT 上有很多的字哦。那我要看近一点，这有点小。我们在这个上面呢有新增有关领袖小组。然后小组聚会，还有我们松年大学跟关怀据点，还有其他都可以，会在我们的 Google Meet， 或是在我们的 YouTube， 或在我们 FB 的粉丝专页上面就会跟大家公布消息。所以请大家，如果你方便使用你的手机或你的电脑的话，可以订阅教会的 YouTube 频道，还有可以在 FB 的粉丝页这里来按追踪哦。会得到最新的消息。那如果呢，在这期间你必要来到教会的时候，邀请大家一定要全程佩戴口罩，然后还有要实名制。然后小会呢，也因应这个疫情延期的关系，我们也滚动式调整哦。7月24号的小会呢，就延到7月31号。所以要受洗的人呢，请在7月18号之前呢，向游牧师或行政干事报名。那如果那个25号跟31号的圣礼点呢，我们就延至8月1号。那原定呢7月25号的长执会呢，也顺延到8月1号。好，接下来这个要吞一下口水，要好认真的讲一下。这边没有改到一样哦，对，好，就是呢，我们教会的线上奉献呢，需要你的支持，然后呢，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划拨或者是线上汇款，用手机也可以，如果你有网络银行可以汇款。那汇款呢，请你一定要来电通知教会哦，奉献人的姓名、金额跟项目。那也或是打电话来教会说你的奉献，有关你奉献的事情。好，欢迎大家用奉献继续来支持教会，也让我们能够在持续传福音的事工上大家一起参与在其中。那我们要来报告一个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很期待哦，到时候如果恢复实体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实体的礼拜，也刚好遇到了我们父亲节青年主日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邀请弟兄姐妹，我们要募集这个上面有文字写得很清楚哦，就是提供自己和父亲小时候的照片，长大后2个人摆出同样的姿势，再来1张，然后呢，把它传给这个教会的 Gmail， 然后信件格式就是写上父亲节活动，还有你的姓名哦。因为我们摆出来之后，也不一定知道这个是谁，
所以呢，请大家要可以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这是我们青年主日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分享这个美好的信息哦。所以我们在明天的10点半呢，我们也会有一个青年牧区针对青年主日的线上会议。好，请我们的青年有参加的同工都务必要参与哦。然后我们在青年牧区的第2个消息呢，嘉兴的 IG 直播节目呢，持续的很精彩，就是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内容，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主要的时间是在礼拜4跟礼拜天晚上9点，都是由我们的青年们一起来带领跟参与的。如果你觉得你很年轻的话，你也可以一起参与其中哦。所以相关的活动可以来追踪我们的 CNGH49 这个账号。然后第3个呢是我们在最近呢有一个这上面字有点小，对不对？厨艺母汤秀，就是呢我们在7月13号到8月12，每周2、4的下午3点到4点。如果你刚好就是这个时间可以，或是你愿意一起来参与在这个时间，或是你在暑期的时候刚好有这个时间的，或者你特别想要来钻研厨艺的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加，无需任何的经验。然后呢，你只要准备你的食材，然后按报名，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透过 Google Meet 一起来学习，然后一起来经历哦。一起做简单料理，一起试吃分享，非常好吃。然后呢，我们在下一个呢，是7月17号青年牧区定期会在线上。那如果不克出席的话，请务必安排好代理人，然后向庐山长老请假。那我们儿童牧区的阿嘎培夏令营，这个线上的夏令营呢，第1期这个礼拜第1个礼拜已经完成喽。那在这个礼拜非常的精彩，我们也收到许多的回馈。那第2期的时间会是在7月19到30号。如果你已经有报名的，或是你有候补上的，请大家呢要赶快预备相关的这些设备跟器材来一起线上活动哦。这个活动非常的夯，然后我们每一个老师呢都非常的厉害，我们自己都很惊讶，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做线上夏令营，结果没有做还好，一做发现哇，大家充满潜力，潜能无限。所以呢，邀请大家可以也为我们阿嘎培线上儿童的这个品格营来持续的关注，也帮我们来分享。那下一个礼拜呢，我们在社区事工呢有一个很精彩的线上讲座。这2个礼拜都有关于这个社区的这个讲座，讲到有关遗产分配的。那这个礼拜，接下来的这个礼拜要讲到从德国的抗疫经验来面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然后也欢迎到了这个吴信如老师，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或者是你有需要参与的话，可以看这个下面的会议代码，把它记起来，然后时间到的时候提前上线。那我们就要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大家一起来哦！我们现场线上，我们一起来，请。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章18节，我们再读一次哦。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章18节。我们在接下来呢，要来预备我们的奉献。那奉献呢，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那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就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一起来唱。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
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神主耶稣，我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线上聚会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你。主耶稣，求主耶稣你赐给我们眼界，主耶稣让我们已经看到，主耶稣那在疫情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就是你的荣耀将降临在这个地上，就是让我们能够恢复正常，让我们可以得到你的荣耀。谢谢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现在献上我们当纳的金钱与才能，主耶稣越主越纳，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阿们。门。请坐。谢谢我们木轩，他也是执事，跟我们一起带领我们做奉献祷告。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可以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我们荧幕上的经文，或者是你可以打开你的纸本圣经，或者是你可以滑开你的手机，里面有这个圣经的 app。然后我们要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大家会有很多的分享。那如果你已经翻开、滑开，或者是你可以的话，跟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请。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因为刚刚牧师读错，所以我们再读一次。好，我们再来一次哦。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分享意义非凡。这礼拜发生了一件事情，为了看不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在看得见的事情上暂时忍耐，一起委屈一下。是什么事？就是全国3级警戒延到7月26，刚好就在这个礼拜，就用这段经文，神要鼓励我们。我们不会知道这个时候会是这个情况，甚至我们在排这些经文的时候，是上一季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季会发生这些情况。不过神很奇妙，他为我们来预备，而且他让我们知道，他用他的话与我们同在哦。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哥林多后书、前后书都是保罗所写的经文。为什么保罗能够忍受生活中的痛苦？在他生命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目标可以让他持续往前？
积极不放弃。有人说我们会延长到7月26，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不要在这时候解封，结果造成更大的这个感染或者是流行这个 COVID-19 的这件事情。所以延到7月26，是我们有个盼望，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呢，台湾的疫情真实的可以降级，而且是稳定下来的。所以在今天呢，牧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在这段经文里面有2个我们可能有想过或是没有想过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来认识疼痛的好处是什么。如果用台语礼拜来讲呢，就是用认识这个痛痛的好处是什么？痛痛在台语里面有2种意思哦，一个就是真的很痛的那种很痛，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呢爱也叫痛痛。你什么时候会痛痛呢？那你就会因为爱而感觉痛苦，但你也因为痛苦，所以你有从主来的爱来帮助你，让来领受。第二个呢，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得着这永恒荣耀的秘诀。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一开始前面有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好像我们现在生活中，你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我到底要选这个还是要选那个？或者是你最近在这个疫情的台湾里面，就想说这件事情要无限延长到什么时候？还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在倒数计时了？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最近呢台湾的这个痛苦指数到底有多少？我还特别去上面找我们最新的资料，大概到5月多，那痛苦指数还蛮高的，是比之前上个月比前面几个月都还要来得高。大家越来越感到痛苦，可是为什么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呢？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在你意乱心烦的时候，或许在这几个方面你可能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要来跟大家做一个，这也不算是测验啦，可是可以让你去思考一下，然后我们会跟这段经文来做一个连结。我们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选择上的障碍。什么叫选择障碍？我不知道我要吃什么，我不知道去哪里玩，我不知道我几点该睡觉，我睡不着。有一些人有选择的障碍，有些人没有选择的障碍。可是当我们人生遇到一些重要的事件的时候，那不一定叫做障碍，但是我们会需要有选择。在心理学里面有讲到一个东西叫做目标理论它将人们的动机就是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用2条线来定位。那你可以想一下就是现在大家应该也没有纸跟笔，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上面的画面一起来认识一下。在这个目标理论里面呢，就画了一条横的线，然后呢，在那个横的线的左右两边呢，你现在看荧幕上就有看到自我跟任务。那在另外一条纵轴上的线呢，就写趋近跟回避。这是一个目标理论里面很常见的，面对选择的时候，一个人的动机背后是什么？那第一条这轴线呢，任务跟自我，在任务这个极端上面，就是画面右边这极端上面呢，一个人的动机呢，纯粹是对这件事情，就是事情感到热衷，或者是为他所服务的这个对象，就是指向的任务，而不是考虑自己，那他就是越来越右边的这边。所以换句话说呢，另外一边自我的这个极端的动机，就是说完全是出于我自己，我所做的事情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求，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动机。那纵轴呢来看的时候呢，下面那个是回避，上面是趋近。趋近是什么意思呢？趋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比较主动积极的事情，就是为了要完成什么东西，然后我会积极的去做哪件事情。但是不是所有的动机都是积极的。譬如说，你会为了不要发生一些事情而去做一些事情，所以那个叫做回避。不想要错过机会啊，不想要落后别人啊，不想要输啊，你可能是因为不想要什么而做什么，这叫回避。所以呢，
就发展出来了这个目标理论的4个面向哦。你是比较趋近哪一个呢？我讲的时候，大家来听一下哦，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都只能讲一次，所以你要很认真听。任务跟趋近呢，也就是我们右上方的这样的动机会让人为了精通某一件事，记得吗？是事件跟对象，而主动练习，而且重复尝试，想要做好一件事，而它本身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它的动力。所以呢，在这个象限里面呢，你通常会比较积极去学习，或是往那个目标前进。那在右下方这个任务跟回避呢，它旁边有这个英文哦，你可以对照一下，它是翻译，代表一个人会意识到，为了要做好某件事，或是为了要完成某个任务，他必须要割舍。还记得吗？回避的前提就是他为了不要怎么样，而他怎么样。而当他有这个任务，当他有这个目标的时候，他会开始割舍其他不相干的事，为了不要让他自己分心。所以在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通常会觉得要很努力才能达成这个目标，所以你有可能会常常感受到压力。而自律这边是好的。可是在这件事上面呢，很多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你执着在这个目标上，你为了不要让某一些事情发生而一直努力这个方向的时候，而错失了眼前的一些机会。当然如果是右上那个，你可能会一直为了那个目标前进，然后你也很积极上进，可能都没有想到你自己而过得有点委屈，有可能。那左边上面这个呢，自我跟趋近呢，这一类的动机就是会让人做一些，你有看到那个图吗？那个图就是很表达的很清楚哦。他很努力去做一些事情的原因，是为了要让自己的风头展现出来。所以他的动力呢，可能是来自于他渴望要建立自己的定位，建立自己的角色，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或是为了好强，不要输。那如果你常常做事，你的动机是落在这里的时候，可能当这个环境没有这些观众的时候，你就没有动力了。可能当这个时候少了舞台跟掌声，或是没有人在看你的时候，你就变得没有兴趣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有个提醒，他说：不要为了争风头，无形中伤害到别人。但是我是觉得这4个其实都会因为我们在选择上面有一些不同，它其实都会有利有弊。不过这大概是他提出这个理论的一个统计值这样。那左下角这个自我回避型呢，这都是没有说哪个比较好，哪个不好。可是你可以去想，你是比较靠近哪一种？就是呢，当人你要维持一个好的形象的时候，你会去避免挑战。会选择比较不让自己出糗的机会。如果你的动机常常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有这个动机，你会觉得你自己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卡卡的，而且思想跟行为上，为了不要让自己出糗，不要让自己有失败的可能，你可能会选择是比较消极。或者是太执着一种完美的标准，反而不敢去挑战梦想，不愿意去面对挫败。这4种人呢，其实在我们社会当中都很常见。所以当我们有这些选择上的障碍需要去排除，或是你自己本身有选择障碍的时候，面对到选择，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目标在哪里？如果我们今天要选择的时候，那我今天会用很多那个经文来回应，就是我自己所提出或发现的这些心理学上的想法。其实在这段话里面呢，传道书有一个很好的回应。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他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其实讲的就是，不管你选哪一个，你并不知道你最后这样去做，到底对你本身，甚至在你以后，对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益处，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
所以很多时候呢，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很常被挑战一件事情哦。我想我们今天仍然会被继续挑战，就是当我们面对到属世的满足跟属天的救恩的时候，现在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哦，他说小孩子才做选择，2个我都要。对，的确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属世有满足，而且都经历到属天的救恩。特别对基督徒来说，当我们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所以我们才会说小孩子才做选择嘛。但是天父的心意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或许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话继续来认识。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当我们在面对生活上面的不确定，而且即使你很有清楚的目标，在世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还没去天上，所以不知道天上会不会得到很大的满足。我们可能在地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但我们不确定我们未来是要受刑罚还是要得拯救。不过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神告诉我们说，他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得着拯救。所以面对到一个选择的障碍出现的时候，基督徒有一个盼望，是神预定我们是要得着拯救。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如果不论我们往哪里去，不论我们做什么，只要我是照着神的心意去走的时候，神的心意是定义我要拯救，我要得着拯救。那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是，达成这个目标要多久？在接下来呢，我会讲出一些数据，你会发现这个时间呢，在人的认知里面已经完完全全的失控了。我们在这个世代呢，我相信在这段期间，特别疫情严峻的时候，很常会有人提出这个时间管理的概念，就是因为在家工作更需要时间管理，就是因为在线上学习更需要时间管理，就是因为都闷在家里，家里是最容易耍废的地方，需要时间管理。可是你到底需要管理的是什么时间？而且它需要管理吗？如果你用传道书回来看，你又会觉得，上帝，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在这个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你今天赚非常多的钱，你非常会时间管理，你非常漂亮，你非常有车有房有朋友有好名声，然后传道书一句话就通通的倒下来了。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到底有什么益处？的确哦，的确是这样。如果我接下来讲这个数据哦，可能有一些很喜欢读书，会一直觉得我要累积知识，我要累积钱财的人，你会开始有一种，那我到底要这样做还是不要这样做？我到底现在要防疫还是不要防疫？我举个例子哦，在这个大家可能有听过黑死病哦，就在大概1342年的时候开始的一个在欧洲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听说在那段期间，其实是一个不断连续的时间，它不是只有一小段时间而已，它前后出现大概有几百年的时间，就是片段性的出现。可是在那个几百年的时间当中，死伤的人呢是7500万的人，然后2亿的人去经历到这件事情。然后听说那时候的欧洲有1/3的人死于黑死病。可是你看到这个数据，你会觉得哇，就是好像蛮严重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 COVID-19 呢，已经荣获了世界史上之冠，因为从2019年底到2021年的现在，不到2年的时间，确诊的人有18000人，死亡的人数是400万人。意思就是说呢，以流行性来说呢，这件事情已经远远的胜过过去几百年来可能最严重的当时的黑死病，因为亚洲那时候的欧洲都有经历过这件事情。可是现在 COVID-19 的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经历这件事情。从时间上来看，有很多事情已经并非我们能掌握了。而另外一个呢，现在的人很喜欢用手机，很喜欢看手机上的资讯。可是你知道吗？你现在看的手机上的资讯，它到底有没有资讯的价值？
你是知道的吗？从1750年到1900年这段时间呢，资讯量在每150年的时候会增加1倍。然后呢，从1900年到1950年的时候，1900对，到1950年的时候，资讯量呢每50年增加1倍。我数学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看这我都觉得很惊人。从1950年到1960年呢，资讯量每10年增加1倍。然后呢，从1960年到1992年，大家出生了吗？我们这边应该有人开始已经出生了吧？资讯量每5年增加1倍。预估到2020年，我现在在拉的是以前的资料，资讯量是73天增加1倍。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我会想要把我要读的书放在我的阅读清单里面。在现在2021的现在，你是赶不及读完全部的书的，完全没办法，因为2020哦，现在不知道是怎样。然后这个资讯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国家教育研究院提出的资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你所看到的资讯，它的价值可能是很低的。你所看到的资讯呢，就很像我们现在讲很多假新闻。你所看到的资讯呢，就如我现在抛出来的，可能也是一个需要再修正的资讯。可是等我再修正好的时候，可能它就需要再修正了。所以面对极大的资讯量的时候，这个世代就提出了一件事情：既然我们没有办法管理资讯，那我们就来管理数据好了。2020年以大数据为中心的发展趋势是几乎是定案的，因为在那之前已经出了很多这样的书。这也让我们对这个世代有很多的祝福。譬如说，你现在阅读的现在的可能小学、中学或者是高中、大学，他们所学的东西的浓度或是量化，可能是比我们过去正在那个年级学的还要多。所以我们会说，现在的孩子可能比以前聪明，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们的知识的资讯量是比我们高很多的。不过在这当中呢，却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资讯量变多了，所以你的辨识度要更高。辨识度需要辨识什么是对我有益的，需要辨识什么是真的，需要辨识什么是能够长久发展的。所以呢，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的辨识能力在这个世代是更需要去训练的哦。人云亦云的时代已经变成是一种会带来极大焦虑的状态了。在这里面呢，神又用他的话来回应了。我们面对的时间似乎已经跟我们以前以为的那个时间到了就会成长成怎样，那个密度已经不太一样了。神用他的话在几千年就已经先讲完了。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置在人的心中。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或许可以成为科技的顶尖人才，或许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成为某一种特殊的人才，或者是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我们是顶尖跟专业的。可是你怎么知道明年的时候这资讯量1倍的爬上去？我刚刚讲75天吗？75天，75天是几个月？2个半月嘛，差不多。2个半月之后，你所知道的都已经被覆盖掉了。人始终不能参透。我们面对到的是一个，有人说最好的时代，就最坏的时代。所以你知道现在在对岸呢，就是有发展一种族群，你们有听过吗？叫做躺平族。它大概长这样，每天就躺平就好。因为人生苦短，这是他们的名言，开心就好。然后呢，对岸的政府呢就说可耻，这些人怎么会躺平呢？什么的，
但是呢，就有人去研究他们，就说，因为面对到社会的不公义，他们就用这个的方式来表达消极的抗议。也有人说，并不是表达消极的抗议，其实他们只是很享受躺平的过程而已。然后再下一个评语，就说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看不见希望。弟兄姐妹，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看不见希望，你同意吗？所以我们年轻人里面很流行一句话哦，逃避虽然可耻，但很有用。真的有用，有用，但是有用到什么时候？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都躺平了，我们可以躺平了，我们就开心了吗？那你就要想一件事情哦，你是为了什么躺平？是因为太有钱而躺平？是因为太穷而躺平？还是因为你死掉所以躺平？所以在面对意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我，问最多的问题就是说，痛苦为什么要存在？痛苦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危机，什么样的危机呢？还是痛苦其实不是带来危机，是带来极大的转机。我后面放一个打疫苗的图，因为最近有很多人打疫苗。其实打疫苗这件事情呢，你会经历有一段时间的很痛苦。听说年纪比较大的人呢，比较没有什么感受。可是这件事呢，在我的家呢，就不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家的长辈呢，一个打完完全没有事，他就说手麻麻的。但是另外一个长辈，他打完他浑身痛到不行，我就夸奖他说，也不是夸奖，就是我就说，那你应该是年轻人，因为听说年轻人会对这件事情很有反应。但其实他是抵抗力更差的人。在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打疫苗会有痛苦，可是它会带来更大的好处。我们都知道有些痛苦会带来更大的好处，有些痛苦会带来没有任何的好处。长期的痛苦可能是更大的伤害，但是有一些痛苦却能够让我们成长。面对到痛苦的时候，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想法，这也是一个心理学上的字，听说它被用到经济学上去使用。这个词叫做规避损失。他就说到呢，人们如果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或损失的时候，他们认为损失是更让他们难以忍受。譬如说，你今天中奖中了1000块，心里就觉得很高兴，对吧？可是如果你今天忘记了你把你的1000块放在哪里，然后它就消失了。他说把这2件事放在一起，失去1000块跟赚到1000块，失去1000块的感受会比赚到1000块的感受更多，痛苦会大于你的开心，这叫做损失规避。而刚刚我们讲说，逃避虽然有用，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后来有人有继续来回应这件事，他就说，逃避呢，短期有用，长期难受。特别是对什么事情呢？譬如说，如果我一直逃避要让自己成长，我一直逃避去做我应该做的工作，久了之后呢，就像前几个礼拜讲的，当我没有在进步的时候，我很快就会越来越退步，甚至退到我根本没学习过这件事情。以长期来讲，你是更大的损失。或者是你要学习新知识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资讯爆炸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资讯爆炸，但大家都还是要学，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学的时候，我们最后就是成为那无知的人。甚至在现在的这个正在这科技发展里面，还有一些人也是，他觉得我好像不用这个人际上的交流。当他不愿意去建立人际，他不愿意去拓展视野的时候，等到这个事过境迁了，他可能就还留在原地，会被说是落伍的。甚至还有一些人呢，他逃避实现他自己的梦想，自我实现的过程，而最后呢，他就是跟原来自己的初衷去做隔绝。所以在痛苦的这个危机里面呢，有很多的人其实都知道痛苦真让人不舒服，谁都不想要痛苦，而且痛苦也是大脑
本身就大脑本能就会去逃避痛苦，因为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可以继续生存。但是呢，好的痛苦却让我们能够得着祝福，甚至得着永恒的生命。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如果你的痛苦不是由人赏赐你的、带给你的，而是从神来的，那牧师要祝福你，只是你怎么去辨识这件事情。在诗篇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学习你的律例。在这句话里面呢，诗人就讲到，因为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跟方向，就是在学习神的律例跟法则的时候，人是会痛苦的，因为这跟你原来的生命不太一样。所以当耶稣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教导这些弟兄姐妹，其中不管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讲到，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牧师，我们还要丧掉生命？没有，要先读前面的那句。如果要跟从神的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还不是丧掉生命，是舍己。所以保罗他掌握了这个秘诀，他今天才会用这段经文来做回应哦。他在今天的经文之前，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到为什么他愿意忍受苦楚，他愿意忍受这些让他觉得很苦难的事情，因为他说我们必朽的身体是随时带着耶稣的死，为了要让耶稣的生命同时显现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的一生呢，常常会为了耶稣的缘故，冒着死亡的危险，为要使他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这个必朽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都知道人会面对死亡，但是却可以从这个必朽的生命当中得着永生，得着生命。所以保罗继续讲，他说，我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我出来分享。就是在这样的信心里面，我接下来就要讲到保罗，因为他如此相信，他接下来接受的就是一连串的苦难跟打击。他说，所以我们宣扬，那使主耶稣复活的上帝，也必定使我们跟耶稣一同复活。很多人想要享受福音的好处，可是他忘记一件事情，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前提是你要先死过。没有死的人怎么活呢？因为他不就已经活着，他还需要再活吗？那他在活的是什么样的生命？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叫上帝的恩典临到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献上他们的感谢，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借着我们生命的景况，神要让这必朽的生命经历从他来的荣耀。而这荣耀呢，从这段经文来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意义非凡这件事情。大家想要当个平凡的人，但是我们真的只是想要平凡吗？如果我们只是想要平凡，我们还为什么需要学习这么多让人觉得不凡的事，或羡慕这些不凡的人呢？保罗在这段经文呢，就表达他如何看待自己做使徒服侍基督的使命。这也是我们今天第3首歌唱到的内容。在今天的经文前面，他就有讲他这些自战自亲的苦楚，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呢？第一个就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保罗他在讲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面对到2个他必须要回应的事情。一个就是他被哥林多教会的人误会。什么叫误会？就是呢，他们嫌他这个讲话没有像某些人这么修辞学，讲得真好，讲得触动人心，讲得感动人的命这样。
他们嫌保罗没有如他们想象那个应该要当帅哥的传道士，帅哥的宣教者。保罗应该要符合社会的规范，他应该要跟大家一样娶妻生子。保罗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保罗在那样的情况当中继续的分享福音。他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甚至讲一件事情，他在讲说，为什么他这边会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呢？除了刚刚讲教会内的，还有教会外的。他就用在经文前面就用举例，就讲到说，他之前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遇见了许多让他受到这些威胁的事情。譬如说，在就是他是经文是形容说，他在那个亚细亚传道的时候，亚细亚其实就是他第一次跟第二次主要传道的地方。但我们今天还会讲到腓立比，腓立比是他第三次的这段期间呢，也一起去传福音的地方。他就讲到说呢，他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因为在当时路斯德的时候，有犹太人挑唆众人拿石头丢他。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但是就在那个看起来要死要死的状态里面，神却让他又爬起来，然后继续传福音。当我们用历史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他是不可能在那时候能够爬起来的，因为以前用石头直接丢在你的身上，这个要死掉的几率是很高的，要么他也会重伤休克之类的。但是保罗却在那当中呢，就这样子起来，然后就继续去做福音的工作。后来呢，到了这个腓立比的时候呢，他因为赶出一个人，他仆人身上的鬼，所以他就跟他的传道伙伴就一起下到监里面。可是就在下到监里面，在那个双手被困住的时候，神却开了这个监狱的门，让这些在监狱里面的狱卒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件事，可是神却让他们在四面受敌的境况中没有被困住。而接下来呢，继续讲到神对我们的心意真的就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有一些人，你正在面对到试探，或者是一些挑战，或者是你正在服侍的道路上面觉得很无力，好像要做什么都施展不开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可是神他用他的话鼓励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就是在那不可能的当中，那条出路才更明显是上帝为你开的。如果今天这件事情靠你自己都可以完成的话，你还需要上帝为你开路吗？而第二个讲到主赐盼望，我们很多时候心里作难，觉得好像要失望了，是正在失望的路上，可是神却不叫我们失望。在我刚刚讲到哥林多教会对当时的使徒保罗有各种的猜忌毁谤，甚至他觉得这群基督徒，这群相信耶稣，也是我一手建立起来教会的弟兄姐妹，竟然不是相信我，是相信外面的人所说的话，来质疑、来挑战我在这里的服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你很努力在做一些事情，你的心意、动机真的是就为了神的缘故，或者是在你的公司里面，你真的就是为了你的工作，为了你的学习，甚至有人是为了你的家。但是呢，你家的人，你教会的人，他们比较相信外面的人的话，然后回头来挑战。保罗在这里呢，他就讲到了，我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因为我这个瓦器何等荣幸，竟能装下从主来的这个宝贝。他认为呢，就是自己是不足为人所需要去拿来说嘴的，因为他就像这个图里面的瓦器一样。如果我们用瓦器跟这些里面放的这些财宝来比的话，如果你要选，你会选什么？
大家当然会选说，我要那些财宝，我干嘛要那个瓦器？可是神竟然愿意把这个瓦器，这个破破烂烂，那时候的瓦器不会像现在这烧瓷、烧陶烧这么好，那时候的是更容易碎的，却装进了这些宝贝，让我们能够胜过各样的环境。你可以拿里面的这个宝贝去付钱，你可以拿这个宝贝去偿还这个什么没有能力、没有爱、没有忍耐，因为在里面的宝贝帮助你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保罗就是借用这样的事情当做一个比喻，说明基督怎么样在信徒的心灵里面，保罗和他的同工都一样受过这样的苦难。你们会觉得自己正在苦难当中吗？其实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他就是那个宝贝。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回到刚刚的动机理论，当我们做这些服事的时候，你是任务型还是自己？你是这个趋近型还是回避型？我想在这里面，保罗显然的是为了神而活。如果他愿意为自己而活，他不应该用瓦器形容他自己，他应该用黄金打造的保险箱来形容他自己，因为起码他也跟里面的这些财宝一样贵。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更是给我们一个应许。如果你正在那样的一个挑战，正在面对人生意义的不确定的时候，或许你目前还找不到意义，或许你目前还理不出头绪，或许你目前还找不到工作，但是主爱你爱到底。即使在遭逼迫的时候，神却应许他不丢弃。保罗他领受很清楚，神的工作透过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他就是那个被挽回过来的人。所以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受苦，因为他知道即使在受苦当中，若是这些弟兄姐妹也可以跟他一样经历那个被神翻转的生命，那他的受苦就不足为道。保罗他愿意为了基督的缘故，让人看作是卑贱的，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在当时就有一些人是这样看待他，而且他一心相信基督的能力和拯救。如果是靠着上面的名目，靠着上面的名长老，或是名执事，或是名青年，所以这个教会可以得着拯救的话，那就不是保罗要传的福音。他要传的福音就是十字架救赎的工作。你跟我一样，不会因为我今天有没有工作，我今天什么样的工作，我今天赚多少钱，我几 K， 我今天在疫情当中，我是有被打疫苗的，我没有被打疫苗的。神看我们不是这样看，他要我们经历那个十字架上面的恩典，所以耶稣先做了这件事情，被人藐视，被人唾弃，可是他知道神没有放弃他，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明显的目的跟记号，就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而且我觉得后面那个括号讲得真好，当人已经想要出卖耶稣的时候，或许你现在在你的信仰旅程当中，你搞不好有那样的念头，我这样信耶稣没有用啊，那我还不如不要信。小心我们的意念，而且就算你有这样的意念，神也要提醒你，他既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不会今天因为你的念头转向了，你的尾声不在了，或是你的侍奉不够给力了，他就会离开你，没有这回事。所以我们在告别式很常用这段经文，我们在这个唱诗歌很常用这段经文，我们在这个要结婚的时候很常用这段经文。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邀请大家来思考，是神不愿意爱你，还是你不愿意让神来爱？
而最后一个呢，即使在一个情况，你刚好遇到失败了，你最近真的就失业了，你没有足够的预备金可以经历这段没有收入的时间，我好像被打倒了，神却应许我们，却不致死亡。因为今天的经文所说的，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我们一起来读，请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战自亲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邀请弟兄姐妹，你可以花10秒来想，你生命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我们最近在收集这个父亲节的照片，请问我们要的是照片还是回忆？我们最近在办这个线上夏令营，在这当中呢，有很多的挑战，可是每一天都有新的创意跟想法。其实你会很明显发现，对我们生命来说，很多时候爱看不见，却无比重要；怜悯看不见，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也能够分享的。纪律看不见，我说的是这个字，而不是行为。其实透过我们的行为，我们是在表达看不见的事物。所以呢，基督徒的信仰态度，是我们知道，即使我今天、我以后，或是我过去，会有这些苦难跟挑战，但我都有一个盼望，就是那个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来得宝贵。而现实生活中，神已经预备这些看不见的事物，来带领我们在看得见的事物里面去建造教会，建造永恒的生命。所以在启示录里面21章4到7节，已经在最后面了，神才透过约翰，他看到一个景象，他看到一个景象是，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神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即使遇到亲人突然失丧，即使遇到好朋友突然离开，即使遇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上出了这些困难跟挑战，然而神却应许我们，在未来那一天，他要将一切更新。而这个更新是我们要做神的儿女，而且要承受这个伟业。所以彼得前书就讲到，接下来会有3个，就是祝福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礼拜可以拿回去使用的。神应许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等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神应许我们，要我们用欢喜快乐来等候他荣耀的到来。而传道书里面也讲到，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人很容易忘记，有时候就会小看恩典，或是无视所领受的恩典。神要我们存敬畏的心。更重要有一个，我觉得这是我们天天都可以做的，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面对生活的境况，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吗？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各位亲爱的读者平安，神在我的生命当中，让需要我声音知道说，我应该如何靠着他度过这样子的一个苦难的环境当中，然后让我的生命在经过的这一个苦难当中，透过我的生命可以去祝福到别人，让我不会一直在困苦的环境当中一直在打转，也能够让我的家更和谐，也能够让我们的亲子关系能够更和谐。这是一位真实的神，希望透过这样子也能够让
人去感受到这个福音的讯息。亲爱的徒的平安，我分享的是诗篇34章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魂痛悔的人，以及诗篇147章3节，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我们都明白，在这样子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遇见什么样的一个苦难，但是耶和华是一个愿意亲近人的神。当你愿意向他敞开你的双臂的时候，勇敢的跑向他，他会给你们更多的一个力量，更多的安慰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论你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当你们呼求他的名的时候，他就会开门。愿你们勇敢的跑向他。感谢大家。我们只看这影片的时候，不会太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其实他在分享这段经文的里面，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家中的一个孩子，突然有一天，孩子就死了，父母亲没有办法接受，而且也因此，这个夫妻的关系非常的有张力。因为他们都不饶恕他们自己，很多的自责，很多的悔恨，很多舍不得，我想也有很多的疑问。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礼拜呢，在牧师的生活圈里面，我就听到了3个人走掉的消息，什么样的年纪都有，什么样的情况都有，突然的生病的，意外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个礼拜这样发生。有人会说，好像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但是对经历苦难的人来说，我并没有觉得它是祝福啊。我觉得苦难就是苦难啊，它如何变成祝福？它如何变成祝福的？原来我在苦难当中经历到耶稣基督与我同行，当他带领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渐渐的走过这个苦难，后来我回想起来，我跟人分享的时候，成为另外一个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苦难在我们身上真的就是苦难，但是有一天，我不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候，神的确会使用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求神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奔跑不放弃，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一同受苦，所以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所以我们能存敬畏的心，所以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一起来唱。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四面受敌，一起来宣告，即使心里作难，也不致失望。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只
至真至情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至真至情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要带大家来看这一段的歌词哦。这是你的处境吗？这是你心里的状态吗？这是你渴望的吗？神他不会放弃我们。荣耀，我曾经说过，在希伯来原文它就是重量。一个人能够负重多少，他就经历多少荣耀。而这荣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担负了，就在十字架上，极重无比的荣耀，就在我们极重无比的失望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担负了。所以我们有从他来的盼望，带领我们走过，让我们经历在我们生命中看似平凡，却是意义非凡；看似无助，却是天天都有帮助；看似没有生命，却能够活出复活的盼望。这就是耶稣基督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帝来的赐福。愿阿爸天父，主你天父的形象的慈爱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愿耶稣基督极重无比的荣耀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就在我们软弱、没有盼望、感受失望，甚至对自己失去力量，主啊，你带领我们，担负我们，支持我们，与我们一起走过。圣灵，你时常的提醒、安慰、帮助、创意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好叫我们在这世上平凡的日子，也能够活出那意义非凡的祝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再一次的来赞美这位让我们有荣耀一起经历的神。我们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因
一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高一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他是荣耀的神，他是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经历荣耀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这里有荣耀，有主在的地方，就得着那当得的荣耀。让我们将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愿上帝赐福你，让你这个礼拜要经历从主来的意义。